大家好，今仔日咱食百里国语台语歌唱班教唱落雨声谈一个机会我们来课后复习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课本这首歌是降一调了那一个小节有4拍，4分音符当做1拍也节奏呢是几分经有77拍那这是比我们的心跳稍微快一点点的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江蕙小姐江蕙小姐的歌号称转音多、滑音多、装饰音更多，号称是很难唱这首歌呢脍炙人口，想必大家都会唱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这首歌着重在怎么样把它唱好怎么样把它唱好。其实讲起来呢江蕙为什么大家都说她转音多装饰音多很难唱，那是因为我个人认为江蕙小姐一对读字她对念歌词非常的仔细谨慎那每一字呢，不管是字首、字腹、字尾，就是我们说的韵母都交代得非常清楚，所以大家都会认为讲伊的歌真歹唱，因为长音真多其实呢老师已经拢安尼甲我讲这个唱歌就是说话的延续，换句话说咱只要甲字歌词读个清清楚楚交代好完整，其实都差不多是转音转音拢有就袂感觉长音转音这么歹唱这首歌咱就用这首歌来试验一下来我们开始来唱这首歌我先来介绍一下歌词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越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我咧唱2段的歌词，大家有发现无？这首歌押的是押韵，都参像咱以前读5言律诗、7言绝句一样，它是有押韵的，它的韵母押的是咱每一字的后壁拢爱押押韵，你若是无唱出来押韵，安尼韵母就走去就无押韵了。所以呢，咱用念的呢，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越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咱若是甲歌词呢，每一字拢甲读到完整，其实长音都有一半咯，所以长音转音无遐尼困难你看，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落雨声。若亲像一条歌，敢若听歌词搁唱歌，是毋是足亲像呢？对所以呢，加上滑音并没有这么困难。咱继续，谁知影阮越头毋敢听，谁知影阮越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寂寞的雨声
对阮心肝，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安尼咱唱两段吼，主歌就头一段就唱完啦。你有感觉转音真歹转无？哦，甲我用念的差不多啊。哦，只是唱歌的时候再加上音高啊，其实节奏啊，我用念的节奏跟用唱的节奏都一样啊所以这样子听起来，转音好像没那么难呢。是啊。真的不难大家只要把每一个字字首、字腹、韵母都交代完，就没有那么难唱。而且这首歌速度慢慢的我们可以一个字一个字表达完整，再唱下一个字，自然就没有那么难唱。来，咱把头前这段再唱一摆，1、2、3、4。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2、3，落雨声，那亲像一条歌。谁知影，阮月头毋敢听。谁知影，阮月头毋敢听。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异乡的我，一个人去畏寒。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这是咱今仔日吃巴黎国台语歌唱班教唱的落雨声。这个时阵是甲大家复习，所以咱无唱歌谱咱上课的时阵是有唱歌谱的至于歌谱不会唱，觉得自己不会看谱怎么办的同学岳云伫遮甲大家报告，请问你捌阿拉伯数字无？会晓嘛？那你认识阿拉伯数字，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线条、点点那个介绍就会了。所以袂晓看歌谱，是袂使唱歌的问题同时，老师在上课当中会教大家看谱节奏不懂，我们也会一起练习。所以不会看谱，不能构成不能好好唱歌的原因跟借口。假巴黎歌唱班在港前居民活动中心据点，每个礼拜下午2点上课到4点那我们会欢唱到5点，欢迎各位有兴趣喜欢唱歌的好朋友来跟我们一起欢唱。下次再会。